NBA 公鹿今天靠字母哥安特托昆博 Giannis Antetokounmpo 拿下26分、12篮板的双十成绩带领下，轻松以120比99击败活塞，在季后赛首轮以2比0领先。美国职篮 NBA 东区季后赛首轮，头号种子密尔瓦基公鹿和第8种子底特律活塞之战，公鹿先拿下系列赛首1胜利，但活塞本季例行赛平均可获24.5分、7.5篮板、5.4助攻的大将干兰哥格里芬 Blake Griffin 今天仍因膝伤作弊上关。今天比赛的首节，公鹿靠布莱索 Eric Bledsoe 包含3分球2投全进在内，4次出手全部命中，独拿12分的带领下，以38比27领先活塞。次节杰克森 Reggie Jackson 在中场前3.8秒切入上篮得手，让公鹿半场打完以58比59落后活塞1分。下半场比赛，公鹿安特托昆博 Giannis Antetokounmpo 单节砍下13分，率队打出35比17猛攻，以93比76逆转战情，末节领先越拉越开，最终公鹿轻松以120比99击败活塞，收下主场2连胜，在系列赛以2比0领先。布莱索攻下全场最高27分，安特托昆博有26分、12篮板的双十成绩，密道顿 Chris Middleton 斩获24分，康纳顿 Pat Connaughton 也有18分进账。肯纳德 Luke Kennard 获得活塞最高19分，德拉蒙 Andre Drummond有18分、16篮板的双十表现，杰克森同样获得18分。